己要做些方面，所以真正要先应。伊兄弟伊读伊，所以真正天台先啊后壁来就是嘛，是必定有出现。所以某囝某伊有心，伊有感情，囝伊有心事，毋过兄弟咧，兄弟就无这物件咧。兄弟就毋是莫名其妙去熟悉来的吼，对不对？但是所以内底当中伊迄感情较多，亲情内底有亲情哦，亲情物件较多，会比较少所以迄个叫旁系直系。毋过伊内底感情，对嘛毋过伊嘛是亲所以伊内底当中今仔日。你内底对兄弟当中就爱利百在先，义在后。兄弟本来就爱利在先，所以兄弟咧下一定爱从利百在先。安尼若知心从情百在先，咱到底拢会用啥？我这兄弟，我命叫我喊他，我叫你去到底，到底拢会讲啥？讲依依靠靠，博感情。拢是伊啊，叫做活感情，对不对？咱叫做活起好兄弟，两肋插刀。因为咱讲啥？因为活感情，迄个感情内底有事无？有钱无？若尼去告诉兄弟，无啥兄弟。所以兄弟内底本来兄弟的重点是要利用，要有义，毋过要有义的过程头是爱利。利百来先，所谓利百来先，就是讲，今仔日咱一定爱先自爱，爱先自助，爱先自由。人今仔日看着会感觉咧，人会想讲要甲你斗相共，会安尼咧？咱今仔日无要自由，无要自爱，毋茫较侪兄弟甲我斗相共的，安尼咱敢要斗相共？伊毋要斗相共着以后，伊到尾来变成啥？有啊，互你食较好，用较好，住较好，结果你有要受到无？安尼敢无？这是一个重点哦。咱另外，所以咱有当时啊看着咧，互较大咧体会吧，慢慢咧体会吧。互较若要斗相共，要斗相共啥？有心要受到的人。若无心要受到的人的话，今仔日斗相共着这会变成安怎？对伊自己有帮助无？对兄弟姊妹有帮助无？对着地有帮助无？敢是？对。所以你内底爱先利百在先，若安尼为利百在先以后，咱流露出来的义，若安尼伊较袂死咯，无的话反就是爱他。所以你内底甲伊讲，兄弟义心和睦相见。所以兄弟会当以利百在先，爱行友谊。若安尼的话，在真理上会重视，在事性事上会重办。为什么？在真理上有重视无？有，脚踏实地，就无是他的，大家互相勉励，互相扶持，对无？真理上重视，若在事事上重办。为着咱的整个大道理，为着咱地方的道路，大家共同合心。若安尼的话，是在于你内底兄弟有记忆无？有和睦正义你内底产生。和就是双方救援、互援多苦多款，互相扶助、互相帮忙，我就是喜悦第一次。接受，第二是接受，所以透过着互相之间、互相互援补偿，互相之间当中互相斗相共。若安尼的话，所得到的喜悦，所得到的喜悦是共同来完成咱的事业，是共同来完成咱的事业。若咧共同完成个事业的过程当中，迄个
就是接受，对啦，咱这物件，伊不管面对着任何环境，咱拢会去接受。那安尼意思是，上帝是圣地基督教乐是安怎？那安尼教乐伊呢世间容易找咯，伊就是安，就是神，就是互咱的安，互咱的舒服。神就是咧讲找主啦，所以叫做找神，所以找主后是神，叫做找神。家就是咧讲兄弟合伊家，叫做家兄，有无？叫做找神同家兄，所以找神有情，家兄有义，找神有情，家兄有义了后，当中都有好的合适的对象甲环境，互咱的后代，即个神和家内底，房间和即间家庭内底当中，大家大家是没有距离的。安尼没有距离，安尼话有情搁有义，情义就是要酝酿下一代的时代，要互后一代有情有义的一个环境，的一个合适的对象。安尼会讲讲，后一代会安稳，咱一代会和气，车路就是后代的囝孙啦，容易情。主啊，父母其顺，身为一个君主，身为一个君主的心是咱父母的心，父母的心咱君主的心。伊会欢喜的，会顺伊的意的，咱就是咧安尼。所以，咱遮就是咧讲啥？讲咱的人的资源，咱遮就是咧讲人的资源。所以人的资源当中，由亲属到兄弟，到后一代到父母，所有拢讲着咯。啊，里内底伊咧甲咱点出着，有真内底，咱要安怎去大家会合通好？因为这个是咱的资源，咱人的资源透过咱人的资源，靠我讲所基为义行安尼安尼，顺是对，咱会知将来讲归顺是对，所以咱有人的自助了后，咱落来了后是做安尼来，甲要求啥？求佛甲咱做，叫做佛的资源。会当用着佛的资源，除了咱老师的天命，互咱的，因为咱教我用佛的资源，无法度啦所以